29号论坛，台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县长洪忠良以及澎湖县长陈公富难得组织，加上相关学研的专家，要针对南部伫前瞻科技甲净零永续发展来发表演讲。会中市长黄伟哲以南科的产值已经超过竹科、中科为例，呼吁流浪中北部的青年选择回来故乡拼经济。刚提到了这个科学园区，事实上 S 廊带从高雄到台南到嘉义，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半导体的科技发展，再加上屏东也让人非常的激赏，在苏院长的时期这个屏东的科学园区也已经拍板了。那但是以现在来讲，台南南部科学园区包括竹科、包括陆科、包括台南园区。这3个园区，光是台南园区在第一季的这个产值就已经达到4400亿，超过竹科的4000亿，也超过中科的2900亿。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南方的崛起跟南方的发展已经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至于它可能带来的这个就业人口，我相信也是非常多。主办单位表示，南台湾城市的发展不断成长，除了开创城市的生命力，嘛相信大南方的兴起将成为捍卫台湾重要力量。那现在呢，我相信大家回到自己的故乡，大家可以安居乐业，然后呢，在自己的故乡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的机会。这个是一步一脚印当中大家所创造的新的大南方的一个发展重要的动能。所以我常跟很多人讲，我们从根留台湾，然后回台湾投资，那么到现在呢，我相信台湾的大南方的计划。今天我们屏东县长没来但是你知道屏南工业区到屏东的生技园区，其实我们这样从嘉义一路串联过来，台湾南方的力量呢，其实每一个地方都让大家见识到它蓬勃再起的新的生命力。透过论坛的共识，嘛希望形成南台湾县市治理的平台，大家互相合作，解决大厂投资建设的各种难题。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